大家好，咱今仔日要来看什么货呢？要来看相片内底乌乌迄两圆，乌的这两圆毋是这两空这是片空。这两圆，这是咱的目睭咱的目睭仁。咱若讲台语的人拢知影讲中这粒叫做乌仁，有的人讲外口这叫白仁毋过咱若想要搁探讨较有限的内底伊内部的构造，可能咱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咱就毋知要怎去讲，因为咱过去毋捌用台语学过这知识拄好我前一阵仔咧看一本1896年已经百几当进前伫厦门出版的一本叫《身体理》身体理论身体理这本册伊是白话字写的，内底有甲咱人体做一部位的构造甲一寡原理拢有做简单的说明。其中有一部分咧讲目睭，拄好我甲遐名词看咧，整理伫即个影片。互大家做参考咱以后就知影讲，即个物件伫百几当进前的人，因是安怎讲的，咱真会甲捡倒来用。好，咱开始首先，即个所在是一个目睭的图伊只有包几若点对外口甲内底有几若点。上外口即张白色的，咱头先讲的白仁的所在中遮入来这就是头拄讲乌仁。咱先看卖第一点，即张白色的呢，目睭即张白色的叫做眼白衣，眼就是目睭啦白就是白色的白的文言音，以我所知影是安尼啦即个衣我等者考一轮转来甲大家解说伊啥物叫做衣，叫做帽即个所在我拢会写台语白话字，自英语的原文，这是日语的汉字词上后壁就是华语的汉字词互大家当一看就知影这是你学过对一个部位。上外口即张叫做眼白衣，过来呢。到即个所在伊这是共一定，毋过头前6分音差不多1/6伊个面积的所在，伊必须爱互光线会当通过，无咱会看袂到所以即定袂当是白色的，伊会当过光，所以即个是透明的，叫做眼明衣明光明透明的意思。因为即个所在日语甲华语的字词，伊用的字是共款的，我即个甲它注一个表示华语就是参日语共款的迄个汉字词。过来呢，目睭是一个活的器官。伊总是需要火送火入来甲一寡物件送互走，甲营养送入来等等。所以伊还有一张拢是微血管的一张衣伊内底叫做眼血衣我的腔口是眼血衣啦即个就是血流血血意思你会当看到伊即个图顶来画出一个血路伫遮共款日语甲华语的汉字词是共一个，这叫做眼血衣。佮上内底即张叫做眼脑线衣。脑线是啥意思？脑线就是咱咧讲的神经啥物叫脑线？其实真有意思即个部分我后壁若阁有时间，我阁甲身体里的一寡内容整理出来。伊的迄个理路就是讲咱的脑爱牵一寡线路出来，你较会当甲咱身体无共所在的信号送转去大脑，是大脑会当甲信号送出来控制咱的肌肉等等。所以这叫做脑线。即个词其实看久真有意思眼脑线衣就是即个所是目睭内底充满脑线的迄张衣这是日语甲华语的汉字词，互大家做参考对外口甲内底即3点伊拢叫做衣，伊拢无叫做帽以我所理解伊就是甲规粒物件包起来，拢甲叫做衣。即个以我土想啦我咧以我语感，伊就是人咧讲汤衣，药苦包一张甜甜的互囡仔较敢甲药食落迄叫做汤衣。像人讲和平协议是包汤衣的毒药毋通吞落就保证你快乐做新鲜这叫做衣。所以伊的理路拢是足固定的规粒包起来就是有衣。对外口甲内底有3层衣，眼白衣头前爱透明的叫做眼明衣第2层爱送营养入来甲废物走的叫做眼血衣，拢内底拢血管上内底即张爱感应光线入来，伫遮产生刺激的甲一寡信号送入去大脑的，叫做眼脑线衣。这是第1组。第2组是头前即个所在要互光线通过要过光的，控制入来甲目睭内底的光线量，叫做眼帘看遮日语叫虹彩华语虹膜伊先叫眼帘，即个帘玻璃的意思。即个其实嘛真有意思，你想这是一个桶嘛有玻璃桶玻璃桶光线要入来，咱要控制外口光线，你要甲房间要控制用一个玻璃你缩较小的你甲拖起来甲关较密的入来光线较少。安尼光线无够，你就天路开你甲拖开
伊就入来光线较济，叫做眼帘。即个词我感觉嘛真有意思。啊，眼帘中就一个空空的吼，空空一空乌人人吼，叫做洞柱，洞就是即个洞啦吼，柱就是一粒的意思。一个小小的所在吼，叫做柱。以我意感是安尼啦吼，洞柱啊，就是即个瞳孔吼，洞柱。啊，光线入去以后吼，直接入去佫无效哦吼，你要有一寡光学的物理的机制吼，可以当甲正做一个清楚的像，互咱看会到。控制即种物件的吼，互光入来当曲折的吼，叫做晶珠。即我嘛解说一下吼，那华语、日语这汉字就叫水晶体，啊有人讲水晶体吼，水晶、水晶。晶珠就是一粒透明那玻璃吼，那水晶的珠啊，晶珠。啊，这是洞柱吼，无共洞柱一个空啊，光线透过晶珠来曲折，拍伫顶悬的头拄讲的眼脑线衣，啊，产生新的到大脑。这是第二组。第三组就是咱这个眼脑线衣内底吼，伊特别中窝中的部位吼，有一点，吼，这光线入来差不多伫这所在，伊叫做黄点，叫做黄点。啊，这是华语的汉字叫黄斑部吼，黄斑部边边咱定咧听到吼，就是黄点，就是这点。啊，伊咧面积真正做细吼，你若去维基查一下吼，伊咧寸石真正是会当叫做一个点吼，所以这个词嘛是真有意思，叫黄点。过来头拄一直咧讲眼脑线吼，集中起来，伊总是咧收吼，收线收起来吼，做一条送入去大脑内底吼，这叫做眼脑线。眼脑线就是神经啦吼。啊，我个人感觉脑线这个词袂歹吼，神经就毋知咧神经对一条的吼，嘛其实是习惯的问题啦。因为咱自细来咱讲神经嘛吼，你有当神经的这个物件。啊，大脑看出来线路，我感觉这个词伫台语的语感内底实在是比神经更较好啦吼。我确实感觉是安尼，会当扣倒来用。啊，佫有一做趣味的物件，这个叫做青眉点，我会听叫青眉点啦吼，青眉看无，还是要讲盲点吼。青眉点，以前咱讲青眉。因为咱头拄有讲过，迄光线经过即个晶珠曲折了吼，伫即个所在会产生一个影像，啊，这个影像会刺激顶悬的遐个细胞，感应光线甲实体的细胞吼，啊，会产生信号，有刺激就信号送出来。毋过因为伊即个所在是收线入来的所在吼，伊伫即个构造内底吼，只有遐细角底的所在拄啊好，无细胞伫顶悬，无遐感应光线的细胞伫顶头。所以你若总讲拄好你的外口物件咧叮当吼，啊，光线曲折了，拄啊拍伫即个点顶悬，你就看袂到迄个物件，外口迄个物件入来上拄落伫遮，迄所以你就看无，所以这所以叫青眉点吼，哪青眉安尼你就看无迄个物件。啊，即个青眉点吼，若捌做过即个试验的人吼，会当去网络找 blind spot test 吼，也是找盲点测试即种物件，应该会当找吼一款影片甲一寡图，会当互你做试验吼。啊，我伫即个所在吼，为着大家方便吼，我若做一个简单的影片吼。互大家试看卖，看你的我都掠到你迄个青眉点无吼？啊，要怎做呢？你家你的目睭吼，挖进咱即个你的显示器吼，你即个画面差不多离20公分至30公分左右吼，差不多20公分拄啊好吼。啊，你家你的倒蕊看的吼，是你会当粘膏板吼，你甲粘起来吼，倒蕊莫看。啊，正蕊看迄个十字，这看这个十字吼，注意看这个哦。啊，你的目尾吼会当眼到即个白点。我相信真有个人已经发觉到迄个白点无去啊吼，表示伊就是伊的迄个相已经走入去你的青眉点内底啊。啊，等者咱互即个白点走吼，伊伫某一个所在吼，应该会无去，咱就看卖吼。我走两摆吼，伊对正边过，佮对倒边转来。啊，你的正蕊爱一直看迄个十字哦吼，爱用目尾去瞄迄个点，安尼就好啊。佮过去，佮转来，吼！啊，毋知影大家有成功掠到你的青眉点无吼？啊，掠无莫伤心吼！足侪人这物件，我迄阵参朋友咧算哦，有个人你安那甲讲，伊安那试就是啥无吼？啊，这不要紧，这趣味吼。好，啊，咱继续后壁的内容。好，咱佮转来到这个画面吼，所以这就是头拄咱讲的青眉点，光线上到遮你会看无迄点。过来为着互大家搁较了解这规个立体的构造的关系吼，咱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目睭吼，这是对你的头壳顶看落的破冰度吼。这粒就是晶珠吼，光线对遮入来，你通看到这个图，只有一个从外口这顶眼壁以有无吼，到头前6分伊个所在吼，才扑起来。这个所在就是透明，叫做眼明仪，所以光线才会当入来。啊，下骹青色的一点吼，伊当然是规律啦吼，爱切一半。这点就是会当控制光线入来量的迄点，叫做眼帘，有无吼？
啊，伊只边有细条的迄鸡肉吼，会当抽即个精珠，互会当较扁的，也是较蓬的吼，会当控制光线的曲折，互会当拍伫即个眼脑线衣顶悬，吼啊中照一顶眼花衣，啊上内底即就是眼脑线衣吼，啊眼脑线集中伫即个所在送过，啊即个所在就是无感应光线的细胞的点，吼，就是咱头讲的青霉点，好啊用即个角度吼，互大家看较有咧。过来，咱用真正的目睭吼相片吼，大家搁看一个较清楚的。即点吼眼帘就是咱看到即点啊，啊当然这是西洋人一寡白人因的目睭吼较浅色，安尼咱看到最明显的即内底即花样吼。啊，咱台湾即边的人大部分即拢较深色啦吼，可能较深近咖啡色啊，吼较近乌色等等。啊，中即个乌乌吼，就是因为光线入去较内底啊，所以就是即个眼帘的正中，眼帘的正中光线哪对遮入去，啊外口这就是眼皮嘛吼。眼明啊，中照一顶，你已经看袂到伊是透明的，就是外口一顶透明的眼明衣，所以安尼两边吼，互大家做对照，应该安尼就真清楚吼。啊，讲到这一项瞳子吼，咱人的瞳子是圆的，啊，咱看一寡其他无共的瞳子吼，吼，毋是这个瞳子，这是会帮你的瞳子。来，咱看其他动物的瞳子，这个动物大家都熟悉，做人厝里拢有。这猫啊，猫的瞳子吼，若缩起来变成尖尖这个形吼，啊，这个要看觅。市内人较毋知啦吼，这是羊仔的环的，吼，人讲羊仔目吼爱困目安尼，看了做爱困吼，羊仔的瞳子是生即个形。啊，这是啥物货？色客啊，哦，这色客比我头壳大粒，毋是哦，这是酷鱼吼。你看伊的瞳子嘛是即种尖尖的形吼，缩起来，看起来真歹啦吼。啊，这参头多啊，迄只有点仔关系，皮肤粗白白吼，这是新虫啊。毋过这品种应该参咱台湾的无共啦吼，咱台湾新虫仔看起来无遮粗皮啦吼。过来要看觅，这应该大部分的人也无看过药无？这我嘛是wiki顶悬找啦吼。这个是即种鱼啊，尾啊尖尖一支的这伫海底，这伊字典顶悬吼叫做牛尾鱼吼。啊，我家己厝里是讲烘仔鱼啦吼，烘仔鱼就即种的吼。啊，伊目睭你看，这瞳子形参咱人完全无共款吼。啊，佮像我这啥物货吼？宇宙人，毋是即个物件，咱嘛做熟的。啊，毋过伊目睭咱无熟，因为一般的人袂看伊目睭看甲遮近吼。这是啥物货？这物件真好食，这飞机的瞳子吼。好，啊，咱今仔日哩落落讲遮济吼，分享一寡我所知影的。整理伫即张图，这就是咱的目睭对外口到内底，伫百几冬进前的身体里，白话字的文献内底吹出来的名词。啊，规个理论吼，我感觉真水气吼。啊，伊的一寡用词吼，对咱现代台语人来讲吼，是一个新的刺激吼。啊，咱甲这物件去捡当用，我感觉是一个袂歹代志。啊，后一段咱若阁有机会吼，还阁继续甲这物件做整理，啊，大家做分享。啊，以上感谢大家的时间。